今年活定港定节将迈入第15档，对1月18开始到2月16，连续33天，伫清水公园展出，以光的年轮规划艺术巷弄等4大展区。光轮光之年轮来做主题表达我们对于这15年来一个不管是回望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个展望。那年轮的一个意思呢，就是它是一个无尽的一个循环，也代表着一个生生不息。强调定节甲年轮同款，予台南的艺术遍地开花。这回邀请日本、韩国的艺术家共同打造66组精彩作品，其中注定是球体般的无尽光轮，还有用水墨导引的作品。由冤景港灯节还有月之美术馆这个开始，一直到接下来盐水风炮达到一个高潮，所以动静皆宜，然后静态的光影及动态的烟火映照都能够打造出盐水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以咸水做典场，借着定节，互港侪人认捌台南。市长柯伟摕邀请大家来看新年上水的水花艺术响应。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